这几天天气寒死死，心血管疾病较会压起来，所以病院用血量嘛得咧增加。不过天气冷嘛影响民众捐血意愿。目前全台湾血库是拢欠血 ，A 型甲 O 型的血是欠上济，尤其是新竹的库存敢若剩5天，希望民众会当倒捐血，帮助别人嘛是救人的性命。 8日透早，温度上低的所在，伫新竹县西，敢若3度9。全台湾天气冷叽叽，影响到民众捐血意愿。捐血中心指出，新竹地区血库安全库存应该要有7天，不过目前库存敢若剩5天，希望民众赶紧来到3天，解决欠血问题。气温直直落也让我们的血液的库存量也跟着直直落。以目前的整体的各个血型的库存量来说，我们的 O 型跟 A 型是最缺的。 O 型只剩下4天 ，A 型只剩下3.6天。这样子的一个库存量，对我们的医疗用血的供应来说是相当的吃紧。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热心的朋友们，还有一些企业团体，能够在春节前1个月，我们的捐血日的期间，能够协助我们来募集更多的医疗用血。 由台大 EMBA 所发起的全球捐血活动，8日早起伫新竹举行。将经济部长郭志辉摆来到现场，伊讲捐血是当互人感觉快乐的代志。这个是令人这个快乐的事情嘛，链接全球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也是我们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。新竹捐血中心指出，天气寒，佮加上伫要过年啊，全台湾的血库库存其实拢有出现欠血状况，呼吁民众赶紧去捐血，帮助有需要人渡难关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